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花市、甲册店、甲餐厅共同来举办关怀身心障碍者的耶诞餐会。啊，花市的主播嘛到现场，带小朋友做伙来做饼。花市主播带小可乐果剧团的成员做姜饼厝，这囡仔真细致，将每一块饼甲斗起来，成功起出独一无二的厝。这阵囡仔甲青年都是小可乐果剧团的剧团成员，伫每礼拜六早起到花市排练戏剧，用安尼来训练因的语言甲肢体律动，嘛帮助因找回自信。为了鼓励平常时才拍饼练习的成员，由花市甲连锁册店餐饮业者做举办这场关怀身心障碍者的耶诞公益餐会，马上因耶诞礼物。岁末年终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特别喜欢耶诞节的前夕，那我们希望可以表达就是我们那个分享喜乐的一个精神。希望他们呢今天可以开开心心的玩，然后开开心心的吃。透过耶诞餐会，和这小可乐果剧团的成员学到社交甲饭桌的礼仪，嘛帮助因更较自信进入社会。